大家有冇試過買翻你嘅牛奶結塊或者倒出嚟嘅時候有沉澱物啊？呢啲牛奶咪代表已經變質，唔能夠再飲呢？今日就拆解下呢種液態純牛奶嘅質量問題，主要係通過收集佢嘅案件處理情況嚟到拆解嘅。先講結論，根據中國消費者部整理嘅2014年1月到2019年8月嘅數據，3種液態牛奶佢哋分別就係滅菌乳、巴氏殺菌乳同埋調製乳。佢哋嘅質量抽檢情況就係合格率係達到98.6%，係比較高嘅合格率嚟嘅，所以大家可以放心咁飲用。然後我結合巴氏奶同埋滅菌奶嘅案例，你講講佢哋嘅問題。至於超巴奶，因為佢之前嘅市場佔有率一路都唔高，對於佢嘅抽檢亦都好少，所以唔合格嘅案例係揾唔到。首先講巴氏殺菌奶，喺液態奶裏邊，巴氏奶質量唔合格嘅機會係相對大啲嘅，因為佢係用比較低嘅溫度呢度殺菌。咁樣嘅情況下，內熱嘅細菌就可以存活，到咗溫度適當嘅地方，呢啲細菌就會繁殖，就會使牛奶變質嘅啦。同時溫度過高嘅話，亦都會使牛奶裏邊嘅活性成分變性，所以巴氏牛奶全程都要喺2到6度嘅低溫條件下保存嘅。咁樣就要求喺生產、運輸同埋銷售3個環節都保持喺呢個溫度先得，否則產品就會有變質嘅風險。我哋從上面嘅表格可以睇到，造成巴氏牛奶唔合格嘅主要原因呢，就係大腸桿菌、菌落同埋酸度超標，呢幾種就係保存不當嘅表現。呢啲唔合格嘅產品裏邊，好多都係小規模嘅企業生產嘅，好似鮮奶巴之類，又好似下邊呢幾家，亦都有一部分係喺運輸銷售環節裏邊，因為溫度過高造成嘅，好似廣州嘅宏惠牛奶店就係呢種情況啦。呢家店喺進貨嘅過程裏邊，將巴氏奶放喺一個冇製冷嘅倉庫裏邊放一段時間，結果造成呢一批巴氏奶大腸桿菌超標。另外亦都有啲違法行為係可能會影響到巴氏奶嘅質量嘅，好似呢2個案例，佢2家都係大連嘅公司，都喺同一日被發現佢改變咗巴氏奶嘅生產工藝流程，所以唔清楚佢具體係點樣改變個工藝嘅。但係根據一啲行內人士反映，由於巴氏殺菌對工藝要求比較高，部分嘅巴氏牛奶生產企業為咗保證殺菌到位，又用一啲非巴氏殺菌嘅生產工藝，好似2次殺菌、增加溫度或者係增加殺菌嘅時間。咁樣生產出嚟嘅產品雖然係檢驗合格，但係佢生產嘅牛奶其實已經唔算係巴氏奶啦。呢個擅自改變生產工藝嘅行為仲係違法嘅添。然後再講講滅菌奶，就係我哋經常講嘅純牛奶。呢種牛奶主要嘅唔合格嘅原因就係非法添加，最出名嘅就係麥某爾純牛奶被檢出丙二醇嘅案件。案件發生喺2022年，麥某爾喺當年嘅5月份、7月份分別被浙江同埋新疆嘅市監部門檢出佢生產嘅純牛奶裏邊含有丙二醇。從嗰一年開始，滅菌奶同埋巴氏奶每年嘅檢測項目裏邊就增加咗丙二醇啦。今年超巴奶嘅檢測項目裏邊亦都增加咗丙二醇。根據麥某爾喺案件裏邊交代，佢話佢生產過調製奶之後，設備冇洗乾淨就攞去生產滅菌奶，因為調製奶裏邊係可以添加丙二醇脂肪酸嘅。結果佢之後生產嘅純牛奶亦都混入咗呢啲丙二醇脂肪酸，但係我從佢嘅檢測結果上面睇，又唔似係因為洗唔乾淨而造成嘅。佢幾個批次都檢測唔合格，而且檢出嘅丙二醇含量都差唔多，都係每千克0.3克左右，含量咁高，而且咁接近，唔可能係因為殘留成分而造成嘅。大家要知道，丙二醇嘅其中一個重要作用就係作為溶劑嚟使用嘅，一啲造成牛奶香味嘅物質係可以溶解喺裏邊。所以具體係咩原因造成嘅，大家自己要思考。而且純牛奶裏邊檢出丙二醇嘅唔係個例，包括河南嘅中河乳業以及西藏嘅高遠之寶，呢2家企業都被檢測出過有丙二醇超標，而且高遠之寶仲係2次被檢測出。呢2家企業佢哋交代嘅原因同麥某爾係一樣嘅，都係生產過調製乳之後設備被污染。睇你呢幾家企業真係心有靈犀，真係唔知真唔真。另一方面，亦都有啲自媒體佢哋自行咁檢測過6種網上賣得比較好嘅滅菌奶，結果都檢測出丙二醇。雖然呢個唔係官方嘅檢測結果，但係確實
俾我哋睇到一個醒，但係對於一啲網紅嘅品牌、小眾嘅品牌嘅滅菌奶，確實要多個心眼。最後關於超巴奶，之前講過針對佢檢測嘅項目多咗丙二醇，我哋就拭目以待，睇睇今年嘅抽檢結果會唔會出一批丙二醇唔合格嘅超巴奶。如果大家今年飲開嘅超巴奶變得冇咁香甜嘅話，好大概率就係因為抽檢呢個丙二醇而造成嘅。詳細原因咧，我就唔講太明白啦。翻去之前講嘅牛奶結塊嘅問題，大多數牛奶結塊都係因為保存不當而引起嘅。因為牛奶喺溫度高或者係溫度過低嘅時候，佢裏邊嘅蛋白質或者係乳脂都會係凝結嘅。但係只要唔係聞到酸味，一般都冇問題，都係可以飲用嘅。好，今期視頻就做到呢度，多謝大家關注。